大家好，我是灰机智。我的主张是卖 AA 制啦，吼。我会讲，查甫人就是爱大班啦，大班啊，安尼感情才会顺啦。我这个人做人就是吃人一口，吸人一口。你请我食饭，我替你付呢。对啦，叫你生囝，对啦，你送我花，我甲你嫁配啦；你送我狗，我甲你捧倒啦。对啦，有来有去感情才袂散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讲你要 AA 制的话，啊，结婚了后要安怎？哈，你生囝嘛要 AA 制哦。我生一个，你生一个，你敢生得出来？哈，囝生出来了，头一个对你死好啦，第二个对我死火啦，吼，生查某叫花哥啦，生查某叫花家母啊，安尼好无？第三个要对啥是？对啥是？啊，要对顺哥死好啦，顺哥辛苦，啊，要顺哥考奥啦，叫考奥好啦，啊，我即摆考奥顺哥一个，顺哥，我生一个囝来，对你死好无？一大汉会甲你捧倒啦。我个后名叫做苦恼啊。对无？啊，你要生我，啊生我要安怎？啊要 AA 哦，吼，135，你洗，啊246我洗，啊礼拜要安怎？啊严谨切哦，吼，输的人才去洗啊。所以我主张唔通 AA 制。多谢大家，我是。对啦。